魔術全接觸第12期現已推出。今期內容有2007中國深圳沙井世界魔術交流大會。魔術極清，懂得信，表演精彩牌技，仲會教你幾招實用魔術。精彩教學不容錯過。將你嘅牌全部鋪喺中間先，跟手係好特別嘅喎。當佢擺轉嘅時候咧，發覺你頭先抽嗰隻牌，好神奇咁樣擺轉咗。左手呢個冇嘢嘅，跟住1、2、3得，冇嘢喺度，睇住咯喎。咁而家手機寫到清楚，咁就住嗰隻中指啦，住到落到3聲咧，我就可以將條電話成穿我隻中指印翻出嚟。經變魔法大匯演，震撼全城，各地人氣魔術師匯聚香港。來赴雙江碟，大贈送3款超值道具，精彩魔術盡在 High Magic 12期，全港各大鋪攤有售。